早晨各位小粉絲，今日介紹渡船街婦聯附近的上車盤，單位面積近800尺，2房1廳有露台，靚仔裝修，即買即住。現在睇到係2間房，長形狀，光明大窗，夠大，點擺嘢都得。入門左邊為客飯廳，呢個單位優點活動區與睡眠區分開，互不影響。低層容易行，靜中帶旺，而且只係200幾萬。有興趣快啲聯繫小編約睇啦！我哋下一條視頻見，多謝關注。